客你好，3782是今天客，因为月台交通去讲到一个暂停行驶，造成不便性，请见谅。铁琴敲响广播前奏，又用小鼓模拟带有杂讯的声音，这种让人听不清的声音，让人直呼简直是台铁广播，在网络社群上爆红，而神还原的是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南一中管乐社。就是当初有一个团员，然后他在帮我修小鼓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就很像那个台铁的广播嘛，然后他就开始对鼓讲话了。我们发现，如果对小鼓讲话的话，也会有打鼓的效果。原来是偶然间修鼓时，意外发现箱体和响弦之间摩擦，像广播的杂讯声。突发奇想，拍下影片上传，让网友们纷纷留言，真的有够像。南一中管乐社先前的这段也很厉害。校内超商原本没有开门音乐，但是有日本有校学生到访，社员这才发挥创意，制造惊喜。我自己也是83级台南一中管乐社的学生，所以我看到学弟们有创意又非常有才华，所以我也很开心，觉得他们很棒。台南一中管乐社历史悠久，训练扎实，经常到各地表演比赛，学生又会玩又会读书，更替校园增添趣味。师长也给予肯定。记者盛怀台南报道。